傳播性度當然能夠傳得遠就十分好，接觸到嘅人越多，影響嘅人越多越好。但係呢個唔係第深一層次嘅問題。第一個問題係你能唔能夠傳播性度，所以你只要將性度傳播出去，你能唔能夠將性度傳播出去？呢個係最主要嘅問題。你傳播什麼程度？呢個係第一個問題。你諗下去傳播咩程度，就唔好去諗可以影響到幾多人。你能夠傳播程度十分之好，就唔好問我可以影響到幾多人。傳播咗先，傳播咗先，再諗其他。